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好，我是主持人黃平仁。你敢有關心到韓國即賣咧投票出了問題？韓國投票出問題，甚至牽涉中國人來頂替，敢有這款代誌？講要學台灣投票的方式，現投現開，無斷底骹話。但是台灣即賣要來修法，聽說不在籍來投票，敢無通好有參詳的餘地？今仔日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前韓國駐台記者劉廷業。大家好，我是劉廷業，我是韓國人。那麼第二位呢是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是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台灣民眾黨政策會副執行長徐文樂。各位鄉親時代，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繼續呢，咱就來看，南韓的地方選舉拄啊結束，不過投票迄天有一寡投票所選票無夠，引起了爭議。幾落千啊名的這個民眾呢，就在今年的首都首爾的這個計票中心，也在投票所附近來抗議選舉無公平，要求定選。警方伊個出動了鎮暴的這個警察來將這個抗議的民眾來趕走，票箱才送去到計票中心。首爾蠶室出動第二投票所外口，客觀示威民眾為着阻止選務人員將投票箱炸走，因已經佇遮駐守35點鐘，一直到鎮暴警察出動，強行刷走示威民眾，選務人員才會當進入投票所。南韓青沙舉行地方選舉總計14300個投票所中，有50個出現欠選票的情形，另外還有22個投票所因為選票運送延遲暫停投票。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表示，過去幾擺選舉提前投票率繼續提升，造成事先印的選票出現存真濟，所以這擺選舉調整測到準備的選票總數，相當是合格選民人數的73%，比上期末投票率的63%濟。不過因為選票需求超出預期，加上補票的作業的緣故，造成部分選區選票不足，這引起選民的不滿，陸續出現抗議，加要求重新選舉的聲音。 투표를 하는 사람들이 핸드폰으로 이제 개표를 보면서 하게 되잖아요. 그러니까 과정에 문제가 심각하게 많고 그리고 뉴스에 또 투표지가 부족해가지고 돌아가는 사람도 있다고 하는데 이게 모든 국민의 투표 참정권이 보장되어야 되는 선거에서 말이 안 된다고 생각했습니다. 學者分析欠選票的問題，會衝擊選舉制度公信力，引起社會議論和不安。 기초의회 선거와 서울시 비례대표 선거, 서울시 의회 의원 선거 같은 경우에는 문제가 발생할 소지가 굉장히 많습니다. 그래서 저는 제가 주장하는 건 이거 그래 뭐 그럴 수도 있지라고 넘어갈 수 있는 문제가 절대로 아니에요. 이거는 제도의 신뢰에 관한 문제입니다. 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已經出面會釋咧，佢會徹查問題關鍵委員長羅泰甲宣布請辭負責，秘書長柯鐵芬也公開會釋咧，佢表明辭職。另外，今次重新選舉，選委會表示，無認為事件已經達到延後也是重辦選舉的條件。公司新聞劉淑芬編譯。今仔日呢，咱特別請到一個韓國人，伊是佇台灣投票，但是吼，一來用華語，咱來個問個清楚吼，因為剛才也要講華語，唔是剛才也要講啦，就是台語呢，無啥這會通，但是呢，咱會當問到這真實的情形。我想先請教哈，大叔，你在台灣投票？你是這一次在台灣投票？這一次沒有的。這一次沒有在？沒有，我是之前有，對。之前有在台灣投票，那在台灣的哪裡投票？ 在台灣，或者是我們那個駐台灣代表處，韓國代表處投票。代表處投票哈。那麼你贊成這種轉？因為待會我們會看到我們各種不在籍，就是不在原來的地方投票的好多種方式。對。你贊成這種方法嗎？就是之前就是沒那麼想過，可是我就是執行那個在外的投票的制度之後，我覺得蠻方便的。
就是因為我不用那麼特別回國投票，為了投票我要回國嘛，但是我整個行程都要取消掉，然後才會過去。OK， 所以你是郵寄還是電子網絡？都並不是，我們只是親身直接過去那個投票，對，親身過去那個到票部，然後直接用那個投資上那個投票的。是紙面的，對，紙面的，对，紙面的哈。但是如果是地方政府的話，他很可能選務的工作要準備很多種選票，因為你可能是上慶道，你可能是其他的京畿道的人，那所以他的選票都要準備很多種。可是也要看那個，應該要說那個居所地啦，就是居所地的意思是你用那個算台灣來說，你是用那個戶籍地，對，戶籍所在地嘛，但是戶籍所在地，可是韓國有一個差別是，韓國的戶籍所在地是，就是標準是就是為你現在住哪裡，就是先那個住戶地，就是找那個戶籍地。我會問這個問題是待會要請3位一起來討論說，台灣如果用不在籍的投票。因為我們有一種選舉叫9合1選舉，我相信你知道，從里長、村長到8，那麼如果一個人他是台北人，然後呢，有的人是台南人，有的是花蓮人，那這個選務工作，他很可能要準備各式各樣不同的票。其實也要看那個住在哪裡的住戶地嘛，就是比如說你去那個投票所那邊，然後直接把他那個身份證給他。那給他之後，他們也是現場直接印出來，那個現場印出來，对，現場印出來。OK， 所以這就是我要問到的，就是現場印出來。對，好了，那我們就回到這一次的事件。你覺得這一次的事件到底是為什麼？就是我覺得這是人的錯誤，就是應該算投票用紙就是的錯誤，算錯了。對，算錯了。應該準備投票用紙的時候呢，應該是他們也是預估的這。可是你不是說你們的選票都是現場印的嗎？對，現場印的，但是那個要準備還是要紙不夠。比方說就是韓國跟台灣一樣，就是每一個紙就是不同的顏色。比如說那個國會議員是誰，市長是誰，什麼顏色都不一樣嘛。可是那個部分來看的話，他們也是要準備那個官方的。好，那你覺得為什麼會只準備不夠？這個錯誤是低級錯誤還是高級錯誤？所以應該說，對，應該說高級的錯誤，對，是高級的錯誤。怎麼個高級錯誤法？錯誤法是就是以前的選民投票數來再計算的，這次可能會大概幾個人幾票。你的意思是，它是依照過去的經驗，對，依照過去的經驗準備多少紙張？因為萬一就是剩下投票是第一個是會浪費投票的，就很節省。對，很節省。那第二個是以前有一些爭議就是投票用紙管理投票用紙不是那麼很好，就是結束投票之後也是剩下的投票用紙就是丟掉，可是丟的是一定要就是完全就銷毀嘛，可是沒有，但是有一些人會發現流出去，對，那大家都會懷疑吧，大家都可能會懷疑什麼把這個用紙來炒作一些選舉的結果，就是可能會這樣的發。那麼我一次把你問完哈，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新聞裡頭有他們到現場抗議。這現場抗議的是執政黨，只有反對黨抗議嗎？還是連執政黨的人他可能也都受害哦？也有人來抗議。目前來看的話，大多數應該是不是執政黨的，都是反對黨抗議。反對黨抗議。但是執政黨有可能受害哦，他一邊看手機，一邊開票，一邊投票。對，可是結果來看的話，其實這次也是就執政黨贏了，對，所以。所以他們就不抗議了。對，就是也可以有一些人會表示，有些對什麼選舉委員會有失望啊，還是怎麼會這樣，民主怎麼樣，可以講出來。但是結果來看的話，其實無所謂啊，對。反正贏了。對，反正贏了，對。好，你這部分到這裡為止，我來請教這個蔡老師哈。是。大家咱就聽到啊，伊這是現場印票，紙準備不夠，我個問講這是。假咯，還是講因為過去攏按呢，而且
啊，佫有因為過去存紙存傷多，紙佫流出去，所以才會按遮謹慎。啊，這種吼春秋之間，啊爸啊囝騎馬，啊驚國強罵你驚死，佫放驚飛，這個韓國這個情形，敢有通啊避免？其實因就是提前選舉啊，吼，伊是講，互遐無法度當日去投票提前選舉，啊，這春秋內底算了無拄好，吼，算了無拄，啊，佫配了無拄好，會產生講實體要去投遐個人，結果伊無法度摕到選票，啊，無法度摕到選票，佫延前迄個時間，已經咧開票啊，伊一面佇投票，咱台灣2008年就是安尼啊，吼，啊，我講個意思就是講。伊遐有人韓國人嘛咧講，吼，阮來學台灣，吼，逐迄工，就一概處理你的，免佇遐吼，也要進前，也要通信，要啥物有誒無誒，無即個，吼，就迄工，吼，啊，逐個來，啊，投咧，吼，開落，現開現贏，吼，一並出來，送贏送輸，當日當陰暗就知啦，吼，所以我誒感覺是安尼，因為國際有去做即個研究啦。台灣的選舉方法是上古早的方式啦，吼，意思講一條佇遐算，看起來講安尼真係無現代化啊，但是是黃金的標準，伊用這4字，意思就是講這正確性，啊，甲包括講公平性，其實是上好的啦，吼，啊，當然有人要改革啦，但是我感覺是安尼啦，全國性的是事實上有討論的空間啦，地方性的時陣毋通食飽換枵啊。哦，因為牽涉到8000幾種的選票，吼，啊，你選務人員要開這8000幾種，而且佫有一個情形，就是講有誒較偏遠的鄉鎮，伊開迄個票啦，足少數的時陣，伊會知影迄張票到底啥物人投的哦，這都選舉的公平性的問題哦，吼，其實足濟哦，我要討論這個話吼，會討論袂了啦，但是就是地方選舉吼，盡量莫用移轉的投票啦。過去是拍誰？庭燁，你剛剛聽得懂嗎？有，不會。蔡老師有說，如果是在偏遠的地區，那麼可能這個選民只有一個，然後他投的是首爾地區的候選人，那就是他投的票得出來的票數，我們就會知道說他投給了誰哦。那這很可能會揭露每一個人的，這個是有點接近這個妨礙秘密投票的狀況哦。是。哦，這個在韓國應該也有發生過吧？啊，有哈，待會我們再回頭來問你。哎，李老師，那是這種情形，要安怎來避免？這確實啦，因為像蔡老師咧講啦，萬一哦，這個投票所，那加真少數的人投票的時候，確實你開出來了，大家都知影你投誰啊嘛？你想投誰，其實大家攏看得出來，這確實已經違反這個秘密投票法了。吼，而且對這個選舉的公平性吼，嘛產生這個很大的挑戰。這確實咱愛避免啦，這確實愛避免。所以咱這個基準上吼，其實應該去克服，啦。譬如講，吼，咱的投票這個投開票所，咱應該限制講點樣偌濟人以上設一個投開票所，因為咱這麼來講是差不多1200個到1500個設一個投開票所，吼，咱盡量莫有講傷少人變一個開票所，主要按照大家講啊，而且講較歹聽咧，傷少人弄一個開票所，就有可能用買票的方式去啊，冇可能哦，因為我知影你個人這麼多，但是單超一個應該唔是這個投票人數的問題，是伊敢若伊一個單超一個，伊可能愛去甲人夾，去到別位甲人夾啊。對。迄方圓500里之內，你都要找一個志同道合的人，才有通啊找到講啊，咱兩個來投票安尼。啊，我照你講啦，伊台灣因為咱台灣算起來哦，其實咱台灣的面積其實算起來較細啦，較小啦，所以其實有法度啦，其實是有法度啦。因為咱的投開票，其實咱投開票所，相較於南韓，相較於各個大個國家來講，咱投開票所的密度還是數量其實足懸的呢。因為咱無像有的國家來講是講，這個投票所開斷了以後是
運，哦，把這個選票密封，因為這都是攏要密封送去到計票所在，就開始開票嘛。啊，咱不是嘛，咱是當場開票嘛。所以咱來投開票所來講，咱數量是大哦。啊，當然啦，大有一個好處是講開票就緊啊啦，因為你一個投開票所，人袂傷濟嘛。啊，你同時開票的時候，其實速度會緊嘛。所以為什麼咱大概為什麼講咱利用總統選舉來講，常常咧講嘛，講差不多4點結束投票，差不多那差距有拉開，差不多7點8點，其實這個結果就差不多攏知影。為什麼？因為咱的投開票就同時開票，全台同時開票嘛。所以對咱來講哦，確實像蔡老師講，咱這個方向吼是對的。啊，無問題是因應即馬現代的這個生活嘛，咱應該討論講，這個不在籍投票應該適用於什麼這個選舉啦。哦，像頭腦咧講啊，咱這等像主持人頭講嘛，就可以迄選票傷濟，迄確實啦，因為你莫講啥，就可以即馬台北市，你講就可以台北市市民唔知啥物叫就可以。因為台北市市民摕無幾張啊，咱摕無幾張嘞，無像講足儕莊卡可能摕9張以上嘛。啊，有當時佫甲公投夾做伙。對啊，所以對台北市市民來講簡單，問題足儕縣市無遐簡單，所以咱這應該為公平性，吼，甲這個甲那個秘密，因為投票要秘密嘛，公平。啊來檢查。秘密啊來看來討論講，但是原則上，李老師你是同意講不在籍投票愛來推動？咱應該推動啦，因為咱確實應該減，應該避免講足儕這個社會成本啦，應該降低這個社會成本。我要先給他翻譯一下哈，就是剛剛李老師第一個說到的是，如這個台灣的這投開票所其實密度很高，是這樣嗎？跟你們韓國比起來，就是這個開票所跟另外一個投開票所，其實距離台灣很近，每一個里可能有2、3個，但是你們有這麼近嗎？不會那麼近，不會那麼近嘛，哈，因為畢竟韓國這個地理上大很多嘛，這第一個。第二個是李老師他贊同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就於有沒有妨害秘密，然後有沒有公平性啊，然後每一個鄉鎮市跟直轄市又都不一樣。所以這個要一件來看，人家的經驗是什麼，我們可不可以參考？這個是李老師的意見。是。好，刷來我們來請教哈，副執行長，在咱民眾黨的立場哈，我看你安準備要一記搞，哦，你來看賣，看這不在籍的投票，有法度來避免這個歹處，而且來這個發揚這個好處。其實不在籍的這個投票，對於即馬來講吼，對民主國家來講是愈來愈重要。是安怎講？其實你看迄一寡老牌的這民主國家吼，投票率攏愈來愈少。哦，怎麼提升投票率？即馬變做真頭痛的問題。啊，原因足濟，啥無愛投票？足濟原因，足濟人探討。咱先莫講，無足濟吼。所以好。怎麼樣提升投票率，這確實真重要啊！所以以這個角度來講，吼，不在籍投票來推殺，吼，這是對提關這個不在籍。咱有研究過講，如果咱推動不在籍投票，會當提升投票率超偌濟？啊，這是可能無講直接安尼去單一因素去講啦，但是你也技術性會當互伊較。在外地的人會當較方便的去投票，預期哦，合理的預期是會當提懸這個投票率的。哈，哦，你啊投票率提懸，你攏會當破5、6成，甚至6、7成的話，迄個叫做合法性危機，讓民主國家統治的這個合法性危機就較袂有問題。啊，無你用一個選舉講是民主選舉，啊，攏2、3成，啊，就袂看見。老師，啊，咱列出的投票率。咱算做真懸哦。對，台灣的投票率以國際來講攏真懸，對不對？但是，規個
趨勢嘛是略微下滑啊，這是第一項。啊，第二項就是講，尤其咱這較會佇外地咧做工課的人，大部分攏是青壯年，啊，有包括一寡大學生吼，啊，因的這個講鼓勵因參與這個公共事務這個代志，這個工具吼，應該會使提供。啊，安尼對咱的台灣的民主政治來講是好處。副院長，如果那是因為這個原因，啊，有可能吼，咱規期賣拜六投票，咱拜日來投票啊，啊，甚至咱一年吼，我甲算過，他早要背起來，就我一年我也算過，嘿，滿年的連續假期吼，五六擺呢。是。啊，咱會無法度來放一個選舉假，吼，六日一。啊，互你好好來投票，啊，而且哦，過兩天慶祝，傷心的傷心，啊，才好好登去工作。你也以台灣大部分上班族啦，吼，勞工甚至老師教授來講吼，不管你什麼理由放假就好啦，吼。但是咧，咱現實上以投票來講，你佇投票日前一天放假這個代志，可能你的設計內底咧想講，啊，伊安尼交通較方便，但是事實上會3連假，咱即馬是週休2日嘛，吼。啊，拜五個放假，我甲各位保證，拜四暗迄機票可能攏賣啊最好誒。足儕人就開始出去佚佗啊，就長期的規劃，因為台灣吼會放假，較無長連假，只有春節。啊，春節大部分都有家族團聚的理由，所以你像莫講中國啦，包括你講美國有迄個什麼聖誕節連假吼，還是講日本，因攏有個長5、6天、7、8天的長連假，台灣無。你即馬因為選舉。用這3天的，我看嘛是規家伙仔攏出去佚佗。我先甲翻譯。顛倒會降低投票率。我先甲翻譯就好。劉大叔，剛剛這個副警長說的是我問的問題。如果乾脆就是禮拜5放假，禮拜6放假，禮拜天放假，禮拜1放假，如果這麼長的連假讓大家來投票，你好歹你也回家投一下票。但是副警長的意見是說，依照台灣人的經驗，都跑出去了。都跑去韓國玩了，日本玩了，啊，但是我是不知道啦，因為我沒得 argue， 我們沒這個經驗，只是我覺得這當然是一個可以討論的方向，是，好，不過副經理，我希望人家簽稿裡哈，就是這當然是一個討論的方向，可是關於你們，我們先把這個不在籍投票的各種樣態是來講了，然後你來告訴我們韓國現在實施幾種。第一個可以通訊投票，像你就是剛剛就是通訊投票嘛，對不對？你投這個，我投的不是通訊投票，我是直接用機來投票，就是應該說那個對啊，那實體寄回去嘛，實體寄回去，對啊，那這就是通訊投票啊。我們的範圍的是應該是境外投票，你這叫做國外的投票，對，你這叫境外投票嘛哈。但其實基本上它也是一個郵寄的概念嘛。可是那個投票箱是把直接集中的放起來，然後集中的大票不直接送到那邊。OK， 好，那還有移轉投票，許可在戶籍地指定投票所以外的投票所來投票。我自己想要去哪裡投，我就去哪裡投。我那天剛好去旅行，我就在那裡投。可以這樣嗎？理論上可以，但是我應該要這樣說，就是投票5天前哦，投票的5天前。那個禮拜5和禮拜6才可以投票，連2天就才可以投票。然後比方說我本來我的戶籍地在釜山就好了，那個釜山，可是我人在那個首爾工作，可是我還沒移到我的那個住戶地的話，再去首爾或者是哪裡都可以啊，都可以去那個投票所都可以，就但是要事先登記吧？目前不用，目前不用啊，对，因为那不用，難怪你們指揮不夠啊。對，不用。你不用，難怪指揮不夠啊。對，所以就是事前投票就是其實我們都可以，其實很難預測到，都是幾個人會投票嘛，懂嗎？就是難怪指揮不夠嘛。對，因為我今天我高興，我去釜山玩，我去Jeju，然後我去Jeju吃豬五花的時候順便投票，然後我也不用告訴你。我就是也搞不好，對，搞不好就是我是，比如說禮拜5才有空。所以才能才想到，對，才想到，有可能會不會搞不好誰會參加那個投票，所以也可以參加我就比如說釜山就好了，那個
我去釜山，但是釜山投票，可是當然我有事情，比方說那個出國旅遊什麼的，那就可以參加事前投票。哦，好棒哦 ，Korea 萬歳！難怪指揮不夠啊。可是那個，比如說那個這次不夠的地區是首爾3個地區，3個地區其實蠻激烈的。其實那邊是算是有錢人的地方之一，對，有錢人的地方。所以你這個意思是說，它其實是個低級錯誤，他應該要顧慮到說這個是非常激烈的地區。一抓都愛傳個賊啊，只要準備多一點啊，是不是這樣？啊，是不是這樣？可是就是都是以前的經驗來看啊，因為通常是有錢人就比方說了，不好意思，有錢人來說，就是投票是無論誰投票，反正他們都有錢嘛，有一部分呢比較不積極啊，對，比較不會 care。可是，在那個地區有很多社畜啊。我假設有很多社畜啊，他就是在首爾工作啊，但是他可能是釜山人，可能是上慶道人，可能是哪裡的人，對，他就在那裡工作啊，對，所以這個人口你們是沒有辦法預先，就是沒有辦法 pre-roll， 先去註冊，然後來預知的嘛，對吧？對，那個針對事前投票來說，就是有點很難預測，就是在學，因為那個投票的先前投票的那個箱子嘛，就是票箱的話，其實之後就是放起來，那還沒開，還沒打開看，就不知道誰投。對，好，這個第3個就是事先投票，我們剛剛也說了哈，然後電子投票，這個在韓國有嗎？沒有，這個沒有。好，因為我們看到那個注解是。荷蘭、愛爾蘭因為治安漏洞，德國缺乏透明制度或者是違憲，已經宣布停用了。好，這個是第4個，韓國沒有。那第5個，設定特定的投票所，比如說醫院啊、軍營啊、監獄啦，韓國有嗎？哦，有，對，以前有，就現在也是會有，因為某一個特定的人很難，比如說那個身體障礙者來講，我們是很難移動嘛，那時候也是。聽說我知道都有，比如說那個設定到醫院某一個地方，就開設一些投票所之類的。就比如說我身體不方便，那我已經身體不方便，我沒辦法移動了，那這怎麼辦？沒辦法移動。這不好意思，沒想過。好，對，就沒有。您剛剛所描述的是，應該是住醫院的人，住醫院的人。那所以醫院裡頭會設投開票所。對，或者是那個軍人的，就是那個兵營裡面。那監獄呢？啊，監獄呢？監獄啊，也有。對。OK， 監獄也有。對，也有。OK， 好，那代理投票呢？代理投票沒有。代理投票沒有哈，投票卡投票也沒有。也沒有嘛哈，那第8境外投票就是您這種的，好，對，你覺得經過了這一次，韓國人現在最大的呼聲，想要改變這個投票的方法有沒有？還是說不行，我們這個就是世界最棒的，不用改，就是那個只要給我算好，就也要看支持哪一個政黨，對，應該是這樣來看。好，那如果是反對黨呢？如果是反對黨的話，他們想要的是比較公開透明。那我之前就是之前也是碰過一些支持公開透明的投票的人，他就是想要學台灣投票方式，比方說就是現場投票的時候開票，就現場開，對，現場開，然後公開透明，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好，那你要告訴我們在座的所有的人，就是為什麼要把票移到一個中央計票所去計票，不能在現場開？就是應該就是第一個是那個速度的問題，然後那個人力都可以集中到那個中央的，就能他們可以專注。然後他們是用電腦算？不是，那個他們有一些開票機，可是就是媒體方面的，因為是那個是電子開票機，可是不是全部電子化。這個是他們只是分類票，就是1號選的、2號選的、4號選的，或者是模糊的票，就去分開，把它分好，然後人工再去數，人工再算，再確認。那我想不懂為什麼一定要集中？那這個在投票所的地方就直接先把它分類好，對，然後再送去。所以某一個部分人還是想要學台灣的方式。台灣技術那麼發達，還是
還是討厭就是以前的方式，就比較公開、比較透明。好，經過了這一次，你希望哪一種？我覺得是，對，應該台灣的方式都比較公開，就是透明一點，但是也是那個速度啊，還有在韓國很擠嘛，這個根本很擠的人，那應該想要看投票結果，當天一定要看，不要隔天啊。對，就是這種方式來看的話，應該是目前方式是應該比較好一點，但是也有爭議，對不對？因為投票上是要移動的時候，就是搬到那個開票的時候，不知道發生這個過程當中不知道。好，那你用一個外國人的角度來看，剛剛副執行長所說的，這個如果是連續3天假期，大家都跑出國了，你投票率反而會不好。你覺得你理解的台灣人，你在台灣多久？10多年了。10多年，你覺得台灣人会怎麼樣？會出國還是留下？我覺得當然的。會跑出去玩。我可以了解，對，我可以了解。所以就是韓國政府以前那個導入那個事前投票制度之前，他們也是就是有一件困擾的這些問題。大家都是出去玩啊，他不用投票，不管是誰當選都是一模一樣啊，一模一樣都壞了，就是這樣講出來。然後就後來政府那邊就是想得出來說，那用事前投票，那你沒有時間，那有關係的話還可以。然後那天就是過來投票就可以了。OK， 蔡老師要怎樣看？其實吼，莫放3天啊，因為你放3天，伊出國，但是伊出國伊嘛是一種自由啦，叫做用卡投票，吼，伊就無愛投嘛，吼。啊，你若2天是，我感覺是較合理啊。啊，即擺問題吼，足簡單咧，比如警察人員伊去維持即個選區的即秩序的時陣吼，咱就是3個月先甲用 AI 甲調動就好。哦，你戶籍佇遮，啊，你等於你的故鄉投票的所在，你去遐過，吼。啊，老師即擺選務人員，老師的部分已經攏會當移轉投票啊。共迄個選區內底，吼，你得當移轉投票，應該共一個選區嘛，因為地方選舉一定要共一個選區。咱即擺台灣就有咧做啊。啊，學生啊，就是講拜六放假，大學生有投票權的嘛，伊拜六放假等於。啊，感覺的部分呢？無都像韓國安尼啦，啊，但是全國以後會當釋快，當釋全國的會使有感覺去投的啦。哦，因為全國較無影響嘛，地方的無法度。8000幾種，你要哪開？啊，老師，8000幾種安怎算出來？伊迄就是，比如講9合1嘛，啊乘以22縣市，啊伊的排列組合算出來啊。你知哦？啊，但是老師，高種，人因韓國是現場才印選票。對，啊，咱若毋是現場印選票，咱是毋是用即張選票吼？你，比如講你佇屏東，啊，你即擺佇台北咧吃頭路，我等下互你屏東的即個選票哦，啊，屏東有啥物人，迄攏愛調哦，而且迄個選票是毋愛去寄去遐，啊來吼要分互你，啊，即擺好，你講的意思就是講，若是當場佇遐開，會比如講啊來屏東啥物人一票，啊遐台北市下口台北市的人佇咧監票呢，足奇怪嘛，啊你若集中要來開的時陣，哦，迄個延前落來，明仔載才開會煞。所以現在因中選會要思考這個代志，我感覺啦，即馬問題先改善，這個過去有一寡問題，吼，大家攏會當盡量當去投票，投票率吼，恁講的意思我會當了解，但是袂使佇地方選舉開放就要移轉投票啦。迄到時吼頭較大身啦，吼，而且呢，真濟問題恁無才有解決啦。遐主張要殺的人講好啊，咱大家來投，我嘛知啊，吼，而且閣有迄個要佇中國投的即個啦。啊，你敢有可能講南韓的票佇北韓投？無可能嘛，這無可能。所以我感覺是安尼，恁改善即擺目前的做法，吼，啊有公平性上懸的時陣，這個選舉大家感覺哦，這合理，吼啊，大家來投，吼，我感覺這對台灣的民主社會，美國人來看咱的選舉講，恁這哪會這古早的方式？但是看了伊講，哦，唔對，這上正確的。阮美國電子投票啦，吼，啊，迄個郵差寄無去的啊，吼。啊，有人中福的也有啦，吼，啊，有人講迄個做壁的，迄個老師，我一擺去 Wyoming， Wyoming， 迄一個 little town， 一個小小的鎮，是正康的，對，伊個是用正康的，正康的，對，超700人進前哦，是，因的方式百種，對，每一個所在攏無共款啦，啊，但是我這毋是來講美國的農哦。每一個所在攏有每一個所在伊地數的聲音結果，乃至到目前無法度做的這個情形啦。所以咱得特別請劉大叔來到現場，就是
他從韓國的角度來看，但是哦，那講白的互相鬧鬼求進步了，互相漏氣求進步了。剛剛蔡老師所說的就是，如果是地方型的選舉，9合1 22個鄉鎮這樣組合起來，有8000多種可能。那我問了蔡老師說，如果現場印票呢？現場印票都還有一些互相組合的問題。當然，以我所理解的，現在的 AI 技術是做得到，可是，在選務上的困難，還有開票時候，老師有剛剛說一點，說，就我台北市民，我在看，我在監票屏東來選出3個，在意識上好像一時還難以接受了哈。這個是剛剛蔡老師所說啊，李老師你看呢？是確實啦，對啊，蔡老師講的無唔對啦。我就感覺講，即馬地方來講，因為咱即馬地方的選舉的選票傷濟，啊，你若講為即個屏東的人來到台北投票，還是講台北去屏東，啊，大家走來走去哦，確實會出一個問題啦。因為你這樣開票，足歹開的啊，而且你這計票的過程當中，萬一若伊的投票錢伊無收到咧，啊，咱即馬郵務前幾天才發生這個大學這個招生他那個通知單晚寄嘛，啊，萬一這個開那個什麼這個票伊嘛晚到，甚至於不見咧，啊，這攏是問題啦。這確實對於咱誒選舉來講，會造成這個不公平的現象。所以即馬咱應該開始咧討論哦。我是感覺講，政府會開始咧應該邀請講調研啦、學者吼，攏來討論一下講，是毋是講為咱這個全國性的這個選舉開始，比如講公投，第二就是總統。因為咱即馬是講總統迄剛在投迄個立法委員嘛，啊，咱應該暫時賣使用這個立法委員身上。就譬如講，你若今仔日要這個投這個不在籍投票的時候，你敢去投總統？你若要投立法委員，你要登記。咱應該為即馬開始咧討論。你講有效果？慢慢有啊，因為大家慢慢想講，慢慢這個建立這個信心以後，無定後擺慢慢適用在這個立法委員身上嘛。再讓你慢慢去，因為咱也知影哦，咱台灣的投票是為民國38年、39年開始，為多少開始？為華人開始呢？係啊，咱為華人開始咧試驗嘛，所以慢慢才推廣到，所以咱這個應該用為總統的選舉開始，經過幾屆以後，大家感覺其實袂歹，再來看講應該適用在這個立法委員身上，慢慢來做啦。我是感覺講，咱莫講一群跳去所有的選舉攏用，啊慢慢來看講，譬如講大家有咧看嘛，這個叫公投，大家講為公投開始做，我得看應該開始來試驗。OK， 剛剛這個李老師說的，說可以先從總統大選開始試驗開始。至於立法委員，他就說還是不建議，然後慢慢的大家建立起信心，累積經驗，然後除錯，把好的事情留下來，壞的經驗把它改進，然後慢慢再一步一步往前走。但是韓國當時候是應該以韓國人做事的方法，就是我今天講了，這就是。明天就開始做了，是這樣吧？可是投票這個那個不在籍投票來說的話，其實，我們來算的是2010年開始那個事前投票的制度，但是之前其實有那個不在籍的投票，比如說剛提到的議員啊，那個軍營啊，還有那種檢疫之類的，那或者是軍人的那一些，所以它也是慢慢試驗出來的。啊，對，那算是慢慢實驗出來的。可是之前的話，就是針對那個軍人呢，但是他們就沒辦法回去嘛，對，沒辦法回去，那就兵營裡面就開設那個投票所。可是呢，投票日就是不是事前的，那個當天就一起投的，
對對對，不是事前的，對，是前幾天，但是不能說事前，對，差不多的某一個天，對对對，某一個特定日子。然後它是這個制度維持了多久？才在2010年開始全面性的？就我記得是好像超過10年以上，超過10年以上。对，我記得，因為我的年紀來，我的經驗來，可能哇，我當兵的時候還是有這個，對，哦是這個制度。不僅你有你看是，其實一寡共識是有3項啦吼。第一就是講全國性的公投優先適用吼，地方性的選舉。總統選舉，總統選舉，咱以來台灣事實上的操作來講啦吼，總統選舉、立法委員的選舉、政黨票的選舉是同一天，所以你摕3張票的時陣，總統、副總統全國性的，政黨票全國性的。區域的立委，迄是。但是咱選民有當時會敢若爭推安尼吼，是，這種平衡，會失去個平衡感哦。伊即馬，阮即馬提出來，即馬政府二讀，即馬入去協商嘛吼。其實阮嘛是講優先以全國性，但是阮的全國性是當然是有包括區域立委。當然區域立委這部分的技術上可能會較複雜，但是是毋是完全無法度克服，我毋知，這會使留來討論。第二就是講，阮嘛希望講，真濟施行細則授權行政單位，或是中選會來做較好的設計，吼。阮攏有彈性的，毋是攏無彈性的。但是吼，問題是這個不在籍投票佇台灣花要20冬啊啦，吼，2000年啊變啊迄個時陣就開始花，湯清泉遐個咧做立法委員的時候就提案啦，啊用到遮1/4世紀都過去了。搭一棟執政啊，就是攏無要積極，你要試驗，這20幾年嘛會當試驗嘛，即馬就是連試驗的起頭攏無嘛。咱用一個類似基本法的迄個概念，先講這一定要推測，吼啊具體的規矩不要緊，你中選會來設計合理，咱就接受嘛，吼是安尼啦。好，這是民眾黨的立場，就是說就是要試驗，但是他們現在推出的版本就是總統大選、政黨票。還有立法委員的選舉，因為這3個幾乎是綁在一起的，而且台灣選民有時候有一種鐘擺效應，就是自動平衡感，就是我地方投給反對黨，但是呢，我這個大選投給執政黨，或者是顛倒過來，哦，他們會有一種自動平衡，但是你把它拆開以後，他們可能。這耳朵裡面那個耳石就不見了，就失去平衡感了。這個部分是我自己講的哈，這個不是自己講，你覺得呢？就我覺得那個先開始看看那個總統選舉也是 OK 的，因為就是不管居住地在哪裡，不管戶籍在哪裡，反正都無論都所在地都可以投票，所以這是我覺得最有。我額外問你一個，你們有一個規矩。18歲以上具有永久居留權的居民可以參加地方選舉。具有投票資格15萬多位選民，其中有80%來自於中國。我再說一次。對，18歲以上。對，就是18歲以上具有永居權，還不是國民哦，他只是永居而已啊。對。對，然後可以參與地方選舉，他不能投總統，但是。這15萬多的這種永居權的選民裡頭，有80%是來自於中國。對，沒錯，對。你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其實應該要說的，大部分人不太贊成這些部分。就是以前的話，有一個政府，這個應該說那個比較親中政府，就是也是開放這些制度。因為有些人要投資嘛，有些人中國投資很多，那一定要發給永久居留的地區，然後他們也可以影響到那個地方地區的經濟啊，對態度，所以就是有時候給一些投票權。然後為什麼這麼多人呢？應該是中國人，就是中國人也有，就一般中國人，那另外一個是韓國人，有那個朝鮮族，來自中國的朝鮮族，朝鮮族也是。就是跟韓國就是差不多，看起來看不出來他是誰。然後他們也是貢獻的，這個韓國經濟也是蠻多的，對。所以他們也是可以拿到一些投票權。到目前為止，韓國人對這10幾萬人或者15萬人，因為我真的看過這個，我有一次去，就
這個宣傳車上面就是用普通話在競選，也有這種狀態。有啊，應該要算是有一個會講中文的人也會就是拉一些票，但是他們也是跟演講，然後就是支持誰，對，我也看過這一些影片，對，但是就是15萬人的話，整體就是應該說韓國人口數就是5500左右嘛，5500左右嘛，小數小數而已，沒什麼那麼大的影響，所以沒那麼大的影響力。對，但是如果他在某一些區域呢？也是不太會多，對，不足以影響全局，對，不太長，對。OK， 所以剛剛就我就免反應啊，蔡老師你按怎看？其實就是講，因為我有讀迄個老師，這個韓國人吼，伊寫的一款文章啦，來講，伊這最後這個結果吼，對因韓國的選舉有人去討論啦，吼，啊講迄個票數算起來，其實無遐尼大的影響，但是人愈來愈濟話，哦，迄就有影響啊！哦，因為伊即個共同民主黨較屬於較親中啦，吼啊國民力量有可能就是有較反共啦，吼啊，但是即個部分就是講韓國去考慮，但是對咱來講吼，區域立委最簡單的啦，吼，以阮台南市來講啊，吼，伊有可能有7、8個選區啊，吼啊全國安尼算起來，迄個甲佇台北投的時陣，迄愛開足濟票啦。啊，迄個票是要用電子去傳，還是到時要集中倒來台南這個選區算？我甲你講啦，那迄天若無開出來吼，迄大家就吵到要死啊！因為大家選舉講較簡單的，我現在感覺要拜六放假的意思就是這啦。因為你無可能講吼，我立委我就無投，我就干那投總統、投公投、投政黨，無可能吼。因為我感覺就是，互伊倒來行使伊的投票權吼。啊，莫閣立委因為牽涉到，伊就是地方的選舉啊。因為你講的是中央選舉，唔是，伊是地方選舉。伊區域立委73席是地方選舉啊。所以地方選舉就是你拄着我頭仔講的地方選舉的問題啊。吼，你唔通閣地方選舉講啊，這全國性的，唔是，伊是地方選舉。因為包括吼有一寡票，你就是到時會算甲足複雜的啦，莫佇遐用這啦。吼，因為足簡單的道理，咱今仔唔是咧賣卡白筍啦，吼，啥物意思？賣較順啦。你即個物件就是愛去攏思考好，哦，足張持的，袂當講啊，無咱大家來試看覓啦。因為試看覓造成的結果，就是中選會無才能去處理啊。吼，區域的有牽涉到區域選舉的時陣，盡量莫用啦。吼，啊，總統選舉嘛袂當佇國外，一定要返國投票啦，嘛無迄個佇中國投票的問題啦，迄定要倒來佇台灣投票，迄憲法規定啦。吼。啊！你若海外投票，我足簡單的嘛，啊，住佇迄足天涯海角的，迄是毋是嘛？等下愛等下互伊投票。恁殺的即個無在籍的投票，其實你若要全面開放，是全世界的中華民國國民攏會當等來台灣投票哦。哦，這個代誌足大條的啦。吼，啊，你若講要殺無共款的區域，吼，這全國性我會當贊成啦。吼，啊，你若講地方的真正區域立委，迄就是交地方選舉一模一樣嘛。迄這我唔免甲恁講，迄毋是講伊立委較大，還是縣市員較少，毋是這個問題，伊就是產生這個李老師開票。像蔡老師所講的，這裡面吼有一種思考，就是講我區域立委，吼啊，但是立委我若是投政黨票，會影響到這個執政黨也好，反對黨因的識處。所以這兩項應該是愛綁做伙嘛，吼啊，若是綁做伙，啊是毋是在？這個觀點來看，就是甲總統選舉愛切開，還是講像他這副政院長就講，政黨票來甲這個總統選舉綁做伙，啊，然後立法委員再來想。老師，你的看法？我本來我的意思是講安尼啦，我就感覺講吼，既然咱要用這個不在籍投票權，咱來思考是講，即馬咱推動這個制度是應該可行的。合法的，符合全民利益的，吼，就這個原則嘛。所以我有啥物頭路咧講，應該為總統選舉開始，啊，立法委員暫時賣。啊，當然蔡老師伊的道理是講，這你無法度分開。問題我的理由是感覺講，你
今仔日既然已經選擇講我用不在籍投票時，咱即馬制度已經先定安尼，你已經選安尼，你就愛規定，你就愛照規定來行。你若要選立委，你就乖乖登去投票嘛，就是安尼啊。我是感覺這就叫做試驗嘛，咱為這個開始咧行，吼啊，當然咱免安怎去選這個區域立委。咱應該來討論，看免啊經營，這麼這個不分這個不在籍投票的同時，應該選你的不分區域立不在籍這個區域立委啦，這應該來討論。啊，問題是講，咱若要開始行的時陣，咱應該試看覓講，全國性應該為總統甲政黨票來行。啊，你區域立委，你若堅持你要投，歹勢。請你登去你的這個戶籍所在地嘛。啊，因為咱咧先事先把這個規矩先定好嘛。啊，那大家調下講，感覺安尼會用行落行。啊，那講若像蔡老師講無用，然後呢，啊，大家講好，接過來討論嘛。這是我是提供一個方法。我再翻譯一下哈。剛剛兩位老師的意見，有一點類似啦，就是。如果是總統大選，跟着這個立委選舉的時候，我制度上我就是說，你可以不在籍投票的是總統跟政黨票，但是如果你也想投立委的話，那抱歉，區域立委，請你回到原戶籍地去投。哦，那用這樣階段性的方法是讓大家試水溫，體驗一下。那麼也許3年5年以後，大家覺得哦，我有這個需求了。而且我們也採取了一些經驗，也知道它很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然後再來下一步，就是兩位的這個看法。我們來聽聽看，副建長，你按怎想？如果那階段性，第一啦哈，我是感覺區域立委是不是有那麼嚴重的技術性？我是較懷疑，我較樂觀啦，安尼講好啦哈。但是萬不離吼，咱正經感覺講安尼無啥好，不要緊，總統。全國性公投，優先來實行嘛是會使啦吼，因為重點佇咧倒，咱唔是咧爭講一時的選舉輸贏，咱是要爭講民主社會、民主政治的迄個意見的表達，袂使互剝奪去嘛。即係講想講一寡尷尬的人，雖然講伊有犯不對的所在，但是他的公民權還在的時陣，你袂使剝奪嘛。所以這部分咱若要落實，這部分嘛是愛好，逐漸的要把它去完備了。好，所以這部分我是講，這攏有討論的空間。只要咱大家有共識講，提高公民參與、公共參與，哦，發表意見的制度設計，往這個方向來行。啊，不在即這大方向會使上。啊，具體哪一步愛先，哪一步啊，較慢的不要緊，這咱會使討論。副建長，所以我聽起來是講，恁提出這個方案，但是無答案嘅，會當來討論。當然，這是民眾黨的立場嘛？是。剛剛民眾黨這個副執行長所說的，他說這是一個方向，然後呢提高主要的這個前提是提高公民的參與意識，和程度，實際上的參與。那比如說，包括在監獄裡頭，只要他沒有被褫奪公權。他應該還要保有這個公民的權利，他不能因此而被這樣剝奪。是，所以這個是民眾黨的立場。那你就因為時間的因素哈，讓你來做一個小小的結論。就韓國的經驗而言，過去在投票的過程裡頭有沒有產生過一些爭議，還是說這一次真的是破天荒？其實從來都有一些爭議，就是另外一個是那個保密那個投票箱子的問題，就是移動到那個開票的時候，無論哪裡事前投票還是都有問題，然後以前也產生過問題。對，以前都有人也是提到有些懷疑，那誰知道這個東西，因為沒有公開透明。最近這個投票的時候，那個事前投票箱子就是保管的有一個地點，他們也是那個攝影機。然後就是都公開過了，我們怎麼保管？但是沒人碰到那個投票箱子，都是這樣來公開透明而已。可是實際上就是開票所的時候，也是我們民眾來說，這是沒辦法確認那個
那個現場的怎麼辦？現場的這個是信任感的問題哦。對，就是只能那個參觀人或者是那個政黨相關人，參觀人才會進去看建設裡。這個是一個信任感的問題啊，對，可是有人開始懷疑一點點，那出發之後呢，就會發酵，一點點大，對。哎，這個我也是用這樣的問題來問你，就是說關於這信任感的問題，它會一隻手指頭變成一個手掌，然後變成一個人形，然後就這樣潰體。對，這個你覺得這個韓國政府或者是你們尤其是做記者媒體觀察，你們覺得有必要來改變嗎？就是應該就是韓國政府要想要的就是避開，就是那個民眾的有一點抗議，那個是正義的部分，所以就是叫那個投票用就不夠的事情，也是其中一個韓國政府的，就是避開就是民眾的一些不滿意。